Hello，米莉。哎呀，我想讲，在是因为剩最后一块石板我摕到啊，所以可能就会使直接去拍最後的夢，摕上尾仔一個結局，來夢算一下。好，到這咯。叮是哦，早是的，守護守護。好，安尼就會使去上尾仔一個。我查这最後一地到底是要安怎開啊？那地方是這。真是。穷。那嘛有是這個。到底是要打一個咧？
拍袂破咧，拍袂破了，你是安怎？诶、哦，顶悬，为顶悬冲啊！哎，原来是安尼啊！拍袂着。哦，拜托。原来是安尼啊！哦，这是啥？七彩的羽毛，这是啥物？哦，这是食品，特别的羽毛做的，这毋知是白头毛的还是做还是啥物？当跳较悬，啊毋过我应该是拢会使去的所在拢去过啊。哦，是安怎来台北？来找朋友还是办代志？跳较悬，敢有啥物差？哦，有啦。毋过这有啥物帮助？来找食的，嘛好。台北，啊，你有想要食啥物？想要食饭、食面，还是食火锅？有特别想要食的物件无？还是已经选好啊？换一看。哦，寿司郎。哦，你已经计划好啊，对啊。安尼嘛好。若无台北遮实在是足侪物件通食的。哦，
今仔日是一天 shopping 的行程。OK， 过一个。现在撸过来，再搁跳起来吼。搞，这个有啥？哦，这有人帮忙。啊，起着跳。哦，肉酒红烧肉，龙山寺。你敢袂使？哦，对啊，安尼一工食伤济，无就是一工食5顿好啊。哎呀，无错，无饲着，这个。喂，无拍到。哦，后摆拢差一撮。哦，家人夜市，要暗时去，下晡甲暗时啊。哎呀，无对。倒位跳较是较好的。淡薄仔。哎，差迄一位。安尼变咯。是爱较悬一个，是这样。啊，不是啊。
嗯，改一改。是讲卖跳。即摆这就是拄则咧壁，我感觉应该是壁爱用枪的才甲拍破。好 ，OK，拜拜。多谢你来了。是无？这内底应该是阁有啥物物件呢？到底是伫倒位？若无就是即些啊。不管，来拍。剩半两钟啊，好来，物件到咧。看应该是到这了。哦，行。啊，最后梦了。なんで？
까메로. 어? 어, 뭐야? 진지한 깨겨. 응? C야. 어요. 아래. 와?點拍一界啊？
final 結局。Yes.本来是安尼啊。时间到啊，要来走啊。好听啊！出日头咯！哇，水啦！上尾结局。Supposed to be sunny now, but my rain won't stop. My rain won't stop. The hell I saw, voices I heard, the dreams that I lost changed. Nothing at all. I'm still my insufferable self, setting my head Awesome, on it's the fire, UVA. giving you warmth, hoping. 好。
哇，连即个一开始的画面嘛变较白色啊，色水有较光，较明。等下我看下这是啥？New Game Plus，哦，会使搁继续耍吗？看卖，继承即个传统 safe 的状态动作技能 ，Reboot TPS。重新开始，所有敌人的强度甲最终章同款的强度，看起来就恐怖。哦，这是重新开始一个完全新的。这是完全新的，无继承，就是全部拢新的。收水、相比、跳、基础。哦，安尼想，哦，这是为上尾啊开始，那加一项物件。哦，这是啥物？看卖者。挑战模式选项会当会使伫设定了了更好。关于游戏的选项。哦，连战基地。哦，就这新的物件。拄则摕着这是。就是哇，看起来变白色的。啊，咱若无斗这的时阵，就是拍魔进前，规身躯拢乌麻麻。就是安尼，身躯拢去画着垃圾物啊。哦，可以是安尼。挑战是啥？这是啥？垃圾。哦，
受伤就死，看安尼，袂使祈祷接触伤害。哦，夭寿哦，这是啥？就是意思就是讲会使家己设定就对啊。安尼是啥？连战，连续战斗，米利尔，哦这样，这样。哦，懵就是疼。哦哟，是练习拍魔王啊。米利尔 ，Knut。魔力，不是，海内，海内。哦哦。哦，
오. 어요. 역시听。 어? 맞다.差不多今日就算到这。